好，来继续来看台中丰运病院良安分院专门咧收精神病患，即卖互指控为一个慰安的干部，长期共拍一个23岁的病患，搁来辩讲，这拍人的行为是咧做物理治疗。检方今年4月用伤害罪甲起诉，病院方面是出面来驳回讲，是因为这个病患攻击到医护人员，这干部为着要阻止伊拍人，才发生着这个肢体扭打。但是指控者讲，这个干部所拍的患者毋那一个，这病院根本就是长期咧暗藏隐瞒。查甫人头壳互拍着伤，腹肚嘛有乌青。中华23岁姓杨的受刑人，伫咧台中丰运病院接受监护处分进行治疗，规身躯互拍甲拢是伤。跟保全有冲突，他约束完了，使得副手组长捶打他的肚子打了脚拳伊的老爸指控病院的临时护组为着要管束伊的行为，起骹动手，搁刺伊的头去弄涂骹。你顶多把他约束在床上或哪里，然后你进去打人，就真的就不应该了。医方回应，这个受刑人精神状况较歹，有暴力倾向，护组为着保护医护人员，要阻挡伊甲人拍过程中难免的 QQ 落落。没有预警的，打完针头才刚拔，他就挥拳就打过来了。受刑人的老爸指控，这个护组把学过武术，有伤害健康，搁伫咧保护管束期间，毋过互病院否认。记者实际来到病院，伫铁窗仔的另外一边，患者甲衫揪开讲，伊嘛捌互人拍。你那个拍手，要 OK 啊？我这样看。管教出问题，医方强调，这个护组到至差不多3个月月表现正常，毋过出现拍人的事件，医方已经将伊停职。他会马上有讨论，就是给他离职啦。医方强调，拍人的护组认为无好好保护医护人员，嘛无通互家属谅解，无想要阁造成医方的困扰，已经家己辞职。若伤害罪部分，护组已经互中华地检署来起诉，最近就会做出判决。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